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阁来到一个新的主日咯。时间过得真紧，咱对于去年年头差不多2、3月，有迄个新冠病毒临到这个世界的时阵，到即阵啊，到下年哦，2、3月就是2年咯。啊！伫今年2021年啊，今年也是差不多要了咯，个4礼拜啊，今年就结束咯。时间过得真紧，咱若所算上帝恩典，伫这个病毒开始的时阵，伫世界泛滥，真侪人啊感染着，有的人离开世间，有的国家。700-800的人啊，就丧失了生命了。哦，规世界啊，加起来死的人哦，会超过8万的咯。所以实在是真惊人。但是感谢上帝恩典啊，伫这灾难临到的时阵，咱仍然有上帝伫咧带领咱。供给咱的肉体层面的需要，叫属灵层面的需要。伫艰苦的时阵，上帝徛伫咱边头，会安慰咱、带领咱、供给咱一切的需要。咱继续为着怀伫灾难当中的人祈祷，啊，为着怀无工作的人祈祷，为着怀困苦的人祈祷。求主帮助你，也用听心来帮助你。求上帝甲面同在，上帝会今日伫这灾难的时阵，同心合力，将上帝的话语、伊的安慰、伊的亮光，叫伊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大爱来介绍。托怀绝望的人，好叫因也得到上帝恩典，有将来永远的盼望。所以咱为因祈祷，咱这个是丫头来三合祈祷。亲爱的天父啊，阮多谢你的恩典。伫将近2年的当中，虽然这个疫情全世界。厉害的传染，真侪人丧失生命，真侪人失去工作，甚至因的生理。有的人丧失了因的生命，家中的人痛苦、忧伤、烦恼，为着生活，为着因的病痛，为着因的软弱的身躯，因非常惊吓、忧愁。上帝啊！求你伫这个时代彰显你的权能，彰显你的慈爱信息。上帝，你是阮世间人的避难所，是倚靠你的人的力量，是有信心的人随时的帮助。因为上帝是听祈祷的神，是慈爱的神，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离开罪恶黑暗，进入到上帝永远的光内面，互因得到盼望。上帝，你是好牧者，好牧者，好牧人，为羊舍命。原来是辛苦接受主耶稣的人，互阮永生，互阮生命，并且活得更较丰盛的生命。多谢你，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求主你亲自来安慰因；伫怀前线的医院的医生、护士祈祷，求主你保守因，互因未受到感染，那受损勇敢的心，互因开力。主啊，阮啊为着阮在信主的人祈祷，也亲自安慰，也互因力量，
通来伫这个特别的世代当中，为主发光做盐，将主的福音传到土怀未听到的人。为着教会现在也是到底要开放，还是现在是用网顶的，求主你头每一间教会的带领的人聪明智慧，通怎样安排教会活动。阮感谢你，主啊，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你来带领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叫兄弟姊妹得到属灵的力量，来面对水面的应该行的道路。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的主内兄弟姊妹，时间过得真紧啊！阁无几礼拜，圣诞节就到了。
咱通常伫圣诞节的时阵，有遮着表演，也是讲到通常会讲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代志。关于主耶稣降生的故事啦，真侪人会听到在耶稣诞生所发生的代志。其中呢，讲到有这个对东方来的博士啊，到底是几个圣经无讲但是遮着因会显出3项礼物有的人咧猜大概是3位学者不知但是因来到主的面头前千里迢迢真远的所在对东方来行真侪路毋知行过几个暝暝日日，毋知经过着大风大雨落雪困伫这个路边，还是树骹还是简单的借人的厝来徛总之，因来到这个所在耶路撒冷要来找这位新出世的王耶稣基督。因到耶路撒冷问迄搭的人讲因才去查看，就是个因大概会伫伯利恒这个所在，所以当因到迄个所在，看到耶稣的时阵，就将礼物献出来献出来。其中就是3项这礼物头一项就是黄金甲就是香第3项就是没药英文是 gold incense 甲 myrrh 这3项，你想因送这3项物件，上帝最得爱的是倒落一项是毋是黄金呢？还是迄香呢？还是迄药呢？黄金是代表王的身份，真贵重，有法通用，迄个香是代表基督，没药是代表会用做药，会用咧做一个香料，特别是人过身的时阵抹咧身躯咧，你想上帝欢喜倒落一项但是无论倒落一项，只要有其中在礼物当中有包含一项，就是因的心，这是上帝最得欢喜的。因为想到因是遮远的所在，真有心将这礼物送给耶稣，这个婴孩新生的王，看出因的心。换长咱也听耶稣，听主，听上帝。换长咱上帝爱咱送伊一项礼物，你想你会摕什么物件做礼物来送给上帝，还是送给主耶稣呢？你认为倒落一项礼物是上帝最得爱的呢，最得欢喜的呢？等下咱讲到关于这项上帝所欢喜的礼物是什么？今仔日咱的题目是讲到心意的更新与变化renewing our minds 这是记载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第1、第2。我先将今仔日的经文读一遍，罗马书第12章第1、第2节。所以兄弟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欢喜的。恁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2节，毋通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恁察验什么是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保罗会讲一段圣经来抗辩信徒呢？到底叫头一章到11章是咧讲什么？那头一保罗第11、12章的开始啊，能力，所以啊，一定头水讲的真重要，甲后面所讲的话语要接续落去无论是信息还是行为证明啊，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保罗是所以这个能力，所以啊，是这个转捩点啊，将这项代志叫做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捩点。这个所以啊，保罗说所以啊，兄弟姊妹们，当然圣经无讲姊妹兄弟们，我以神的慈悲来肯定，用神的慈悲来肯定。这个所以啊，伫保罗书当中保罗书信当中有讲到失败的所以啊。这个所以啊，是一项代志真重要的转捩点，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前面讲什么代志真重要，你后面讲的也是真重要，但是交头前所讲的有特别重要的关系。伫罗马书第3章第20节知道有一个所以啊，安尼讲圣经，安尼讲。第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无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会通伫神的面头前来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影迄个罪，知罪，知影家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什么叫做称义呢？义叫歹叫恶是相反的，恶是歹的，罪是歹的。但是这个义是好，是义人，是好人，有公义的人是好人有好人、善人也有自善的人、好的人，伫神的面头前称义，就是无罪的人。所以头一个讲到这个所以呢第一段意思这个所以是一个定罪的所以一段讲伊说所以凡有血气的这人无一个人有法当行律法的代志通伫神的面头前来称义因为律法是互人知罪，知影迄个罪就是要定人的罪的意思所以头一个所以呢是定罪的意思是一个定罪的意思。第二个所以是5章头一节，所以但是中文的圣经无所以这两字，袂记咧翻译无限翻译落去。但是英文的圣经 therefore有一个 therefore being justified by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这道讲到 therefore， 但是中文的无这个所以。但是你若要读这节圣经咱若将这个所以填落去咱就更较明白因为有一个转捩点。这道讲所以，咱既然因着信心来称义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甲神和好。所以这搭的另外一个所以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所以是称义的所以，称义就是伫神的面头前称呼做义人第三个所以是伫第8章罗马书8章头一节所以中文也是无
安尼翻译去。咱若要读这圣经吼，8章1节，咱来将这个所以填落去，就是所以如今啊，在伫基督耶稣内的就无定罪咯。因为头前讲这咱是有罪人啊，应该着定罪，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吼，凭着信心吼，咱来得到拯救。所以呢，如今啊，在伫基督耶稣内就无定罪咯。所以这三个所以是啥物啊？无定罪的所以啊，无定罪，咱得到逃放咯。哦，信主的人得到逃放咯，无互罪来捆绑咯。所以是一个。得到逃放，无定罪得到逃放的所以。第4个就是今仔日咱的经文，12章第1节，所以，这个所以是一个什么风险的所以啊？所以保罗为什么有这个所以呢？到底前面本节的经文叫罗马书第1章开始到第11章你讲什么啊？伊伫到保罗第12章说，所以咱就将迄个重要点甲你转过来，因着安尼啊，所以咱就怎样。所以这个所以啊，兄弟们，这个所以是根据头前所讲的话，做真理咯，得救的真理咯，因信来称义的真理咯。咱顶摆是。无够格，因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无一个人是义人啊，拢是罪人。所以头前是要怎样来得救呢？就是借着信主耶稣，神来称义，咱就伫神的面头前食做一个义人咯。咱就得救的盼望。所以只可能讲头前是讲到真理的，所以自然结出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所以咱就怎样啊？咱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咱才有法能得救，叫做上帝的儿女。本来咱是外邦人，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咱才有这个外邦人才有机会通来信主得救，所以这个自卑怜悯啊，第一道什么是自卑怜悯呢？就是因为圣经讲啊，是因为伫摩西的时代摩西讲伊说上帝对摩西讲，伊说我要怜悯上就怜悯上我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佮再讲第16节根据这来看。这是不在乎迄个定义的，不在乎迄个咧走的人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伊意思是不在乎要得救怜悯不在乎咱人做什么代志，是在乎神定义要怜悯上就怜悯上所以在乎神。第18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上就怜悯上要叫上公义，就是叫上公义如果叫将丰盛的荣耀要彰显伫怀怜悯蒙怜悯，早有比要得到荣耀的起面的顶面。所以一道佫再讲到上帝要怜悯上就怜悯上所以咱今仔日有法能得救，是对这个罪人真多有盼望的，真做上帝所拯救的一个人完全是出于神的主爱甲伊的怜悯所以保罗既然神用怜悯主爱来带咱信主所以呢伊才讲过，所以我承认干哪只是下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恩典当中咱有法能得救也是神的经过。是咱若无长久安分伫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咱可能会被砍落来、斩落来。咱是就以色列人本来是上帝所竞选的百姓要拯救因离开了迄个
埃及最落在的所在，伊进入这个安息的这个应允地入去，但是因违反上帝、背叛上帝，上帝给砍落来啊。所以保罗说，可见啊，神的恩典甲伊的严厉，严厉就是神对罪恶的严厉。向怀跋倒的人啊，是真严厉；向恁也是有恩慈的，只要恁长久伫神的慈爱内面啊，恩慈内面啊，恁不然啊，恁也是被砍落来，可以斩落来。伊的意思说，咱既然因着神的怜悯得救了，咱就定定待伫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啊，毋通离开上帝啊，毋通去犯罪做歹啊，将上帝恩典来放弃，将上帝忘记了啦，毋通安尼啊。所以这是保罗的宽免啊，毋是说，咱有信主了有一日了因为咱犯罪无行神的道路。神就毋伫咱咯，咱就袂得救咯。圣经的真理是一摆信主，真诚实在的得救，就是永远得救。当中呢，咱可能有软弱跋倒，但是咱就悔改认罪，归向神，毋通长久的一直安尼跋落去，毋通长久的就是犯罪，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上帝会用真严格的来教训咱，来鞭拍咱，为着要叫咱转回。所以这个意思是安尼所以保罗啊，伊甲咱讲所以兄弟们啊，这是保罗坑兄弟。坑兄弟的话，保罗对所有的在蒙恩得救的在来坑因，伊说，所以我用神的慈悲来坑恁啊，神的慈悲是指神的怜悯咱们讲到罗马书12章以前是讲到神的慈悲甲怜悯，怎样怜悯咱伊搁再讲到上帝显出伊真超然的迄个爱来引带咱是完全是靠着伊的丰盛的慈悲怜悯来带咱来悔改归向神。所以罗马书第2章4节伊说，恁毋通藐视上帝的这个丰盛的恩慈甲宽容，甲忍耐咱就知影伊用恩慈来带咱悔改，所以咱悔改认罪信主得救完全是神的怜悯甲恩慈伫律法以外，因为上帝用着伊的恩慈来引带咱，叫咱得救，所以伫律法以外，上帝为咱开这个因信称义的门叫咱因着信心，毋是因着行律法，毋是行着咱因着做好歹，才有法人上帝才要拯救咱。咱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也借着信心，通来伫神的面头前称义才做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上帝佫将伊的爱浇灌伫咱的内面。伊拯救人，佮将爱刻在咱内面所以咱就一直着用爱来，上帝用爱来保守咱，直到主佫再来的日子所以对于顶面上帝用遮怜悯慈爱来坑咱，所以咱应该就有一个什么款的反应既然上帝用爱用伊的怜悯来拯救咱，来引带咱，叫咱有机会通来信主得救，那么咱应该就对神的爱有什么反应是无什么敌咧，信就信咯咱袂出用这款的态度，所以保罗用这个坑，那无好
好好的对待上帝的慈悲怜悯啊，好好的看重这项代志啊，咱就经过跋倒，互魔鬼利用。所以保罗会坑人，坑的意思上帝伊无用强迫的人，伊无用命令的态度，那是用坑，因为伊知影。那是用勉强的来叫人做一项代志，而毋是甘心情愿的方款去做应该做的代志应该做袂好势无啥物懂用，因为你毋是心甘情愿的去做去顺服所以保罗一坑人四项代志，一项是啥物呢？头一项。是，咱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咱信主咯，咱无过再是家己的人咯，是上帝用伊的耶稣基督伊独生子，因真重的代价，真贵重的代价，借着伊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将咱对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买赎出来。这是用生命。去买赎生命，所以咱就将家己献上，一个感恩的心来将家己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什么叫做活祭呢？头先伊讲说，将身体献上，身体是代表规个人咯，规个人，整个人，将家己规个人对神有一款感恩奉献的行为，这个是活的祭。什么叫做活的祭呢？咱知影旧约的献祭无论是牛羊咯，还是鸟只咯，还是物件咯，农作物咯，你献的时阵拢是生活之物所以动物是就先甲伊抬用血淋落去。然后烧奉献，献祭就是将动物好的动物无破病的，完全的安尼抬死来奉献。所以这个是一个死的祭物，这是旧约将死的动物献给上帝那么这个物件呢？这物件、这动物是生活之物咱有时说袂要紧迄个是拍机一个物件，迄个是生活之物咱保护身躯较要紧咱身躯低咧，还佫活咧，性命较要紧迄个生活之物袂要紧，无重要。所以旧约是用生活之物，但是在新约当中上帝爱咱奉献是将咱规个人的身体，就是个生命献给上帝，当作活祭来献给主。那旧约呢，这个祭物献一摆就烧了，无可能讲用第二摆咯。但是这个身躯当作活的祭，咱将咱的身躯献出来，毋是将咱抬死才奉献，那抬死就无第二摆咯。就是将咱抑个活的时阵将咱的身心灵踮身躯内外完全的献给神，而且是无停的，是逐日的，是继续的，将咱的思想、咱的行为、咱的心思意念来献给上帝。所以新约时代是逐日着献祭，逐日的敬拜，咱的生活每一方面拢是一款的思想。咱做生理，咱顾家庭，咱甲人来往，是一款的思想，叫人看到咱的行为、咱的思想归荣耀给神，并且咱的本身。一切活动、心思意念，拢是一款的活生生的见证，来献给神，来荣耀神。咱这是一款的释放，也是一款的敬拜，对神的敬拜。
所以这个我这呢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好，咱袂用咧犯罪，才去侍奉神呢。旧约咧显咧做精神伫边啊，较非常好诶，无破变，无残毁，做羊咯、牛咯，这是好诶，毋是破相诶，一骹一手诶，还无合规格，拢是就干样怎样呢？是圣洁的，无破变的，是分别出来为圣来显托神的。咱人做神的行里，也是同款，逐日的生活皆是着神圣的，圣洁的。所落来，伊讲是神所欢喜的，是合乎神的规格的。你若直接破相的，神无欢喜，奉献神。咱的礼物怎样的圣洁的，完全是代表迄个奉献的人的心。来为主做代志，也是完全的心思意念，用做咱的 best 最好的来献托上帝，所以上帝会欢喜。所以咱有偌济力量，咱有偌济温数，咱拢是将咱最好的献托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啊？是无疑问的，咱应该是安尼做，毋通提示的理由。毋通找理由来提示，是应该然的，理所当然的。保罗看每一个奉献，在信徒的奉献家庭毋是说钱的奉献规个生命的奉献，是一款的侍奉神是一款敬拜，是一个无停的一个动作，是一生当中无停的进行的侍奉。甲敬拜，一直到主来的日子。第三项的宽免是什么呢？伊说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学这个世界的样啦。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款的罪恶会千变万化。是毋通效法，这个效法是装作，也是改变，将好的咱这个尊贵的身份君尊之尊贵来变歹去，毋是人效法，这个世界，人改变都无好，会改变，乃是改变好的，表示信徒咱有时有软弱，世界怎样倒一项出名，倒一个因咧风光什么代志无到一个明星，无一个歌星，无一款的流行大家就去缀这个潮流咯跟风咯，随俗咯别人做一款的歹代志，咱也是安尼做拖人这个世界去同化去变歹去咱知影这个世界真黑暗，咱常常知影的最普通就是来吸毒咯、犯奸淫咯、未婚生怀孕咯、跋筊咯、走私咯、欺诈咯、假的商品咯，这些代志咱信徒无要做。有诶，搁较可恶的代志是啥物啊？朋友之间咧换妻子换太太来生活，这个是非常的邪恶的世代，有的国家就是安尼咧做，有的人就是愿意去对这个世界安尼做，这是基督徒无应该的代志，是无合法的，无合神所的旨意的，神无欢喜的。第三项的宽免是什么呢？伊说着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劝咱信徒咱的心意是伫内在变化，伫思想顶面，伫感情顶面来变化，有新的改变，毋是变歹，乃是变好。伫圣灵的工作下面，伫神的话语会甲咱塑造，甲咱制造来改化、改变，然后当咱心意来改变。互咱内心有一个新的改变，合乎神的心意的改变，而且伫外表
行出来达到了更新的地步。更新本来内面是亚当的这个歹的习惯，爱犯罪、无听心，这个自私，这个黑暗的，讲白贼各方面的无好的代志，所以改变煞，无个伫咯。咱有内面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对内面改变去，而且伫行为会改变。所以有诶初信主诶青年人喺父母咧做天正，我这个家庭摆是也歹啦，逐个偷走学，读册也无爱读，逐日偷走学去散，这个信主了后，定定咧走教会，去教会内面最近较咱变一个人毋是变歹是变好爱读册咯，孝顺父母咯，所以就一个新的改变咯，所以信主应该是安尼。第四个款面是啥物测验啥物是神的旨意，来检查咱所做的代志，啥物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经第2节12章第2节安尼讲叫恁测验啥物是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呢？所以这个叫咱着测验，测验的意思着试验、证实去检查到底咱要做这项代志是毋是合乎神的旨意，是毋是神所欢喜的所以这个旨意是怎样？咱心度伫内心更新改变了后咯，咱所要做的代志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一连串的行为咱有改变了。所以神的旨意有3项特点这3项特点是什么是善良的，是好的，毋是歹意的，是圣洁的所以是好的。第2项是顺全的，无三滥掺一竿半米的。有时咱咧创代志，较咱是好的，其实掺一竿暗淡的无。咱有时咧做生意，较咱是好的，但是掺一竿暗淡的毋对的代志这个是无顺全的。可喜悦的是神所欢喜的有法人接受的咱有法人做到的所以神的旨意是圣洁良善全然完美，人人可以行可以做的代志。所以每一摆咱要做什么代志，就三思而行想捌咧，我所做的代志是毋是合乎神的旨意呢？几项咱就问头一项，我要所做的这个生意，还是做这些代志，是毋是善良的、好的，是毋是圣洁的？第2项，是毋是合乎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第3项，神是毋是欢喜？咱所做的神是毋是欢喜若无欢喜，无合圣经的道理若毋是圣洁的，毋是善良的，咱就无要做咯。无合神的行理应该做，咱就毋应该做。所以做一个结论，各位兄弟姊妹，咱信主得救了后咱做神的行理完全是神的恩典毋是咱有啥物本事、牛聪明智慧毋是咱，完全是神的慈悲怜悯。咱拢是伫罪恶当中人拢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犯罪人将来要受审判无一个人有可能靠着咱的行为通得救所以咱既然伫罪恶当中咱就无良善，本来是应该伫神的受气内面，咱应该着灭亡，因为上帝要用伊的公义来审判咱逐个人无交结但是因为神的慈爱甲怜悯，咱就信主凭着信心用神认罪，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神就真救人。所以咱是因着信心来称义
后来死了后，咱就毋免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啦。因为上帝咧审判是看主耶稣为着咱担当咱的罪所以上帝袂阁审判，因为耶稣一摆献上，咱相信伊就永远得救。所以信主了后咱应当将家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做活祭活的 sacrifice 这是圣洁的，是神所欢喜的。咱虽然信主得救了，但是兄弟姊妹，咱也阁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内面有真侪世界的引诱真侪青年人引诱犯罪，有的伫遮本国好好势势做一个人好好势势，好的学生，袂歹的青年人。但是有的出国家己一个去出国去读册咯，倒来变歹去咯。所以世界有真侪引诱伫外国的有真侪自由、性自由的物件因果要自由，所以就放纵家己的肉体咯。所以圣经内面有几项引诱，头一个是肉体的情欲，即肉身的情欲。第二项，咱目睭的情欲咱目睭爱看什么，爱得什么要学什么甲今生的骄傲，咱现今活的时节有真侪骄傲，别人无我有骄傲别人无我有我有法能向心心，别人无所以今生的骄傲，这都毋是对天父来的。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这些物件拢毋是对神来的，乃是对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来的。所以叫咱着小心，毋通受引诱去犯罪。魔鬼亲像嚎叫的狮，到这伫咧行，伫咧切，通吞食的坏人。所以保罗劝咱。我搁在重复保罗所讲的，劝咱什么呢？所以兄弟们、兄弟姊妹，咱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欢喜的。恁若是安尼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毋通对这个世界习惯、犯罪、试探，到因的跩发现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改变变好，圣灵的帮助互咱愈变愈好，愈成熟叫恁来察验什么是神善良、顺转。通欢喜、通喜悦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神所欢喜的旨意所以这是兄弟姊妹，伫主降临以前咱好好的来过咱的生活，靠主的恩典，将保罗伫圣经内面所讲的话记牢伫咱的心内。咱三个码头，亲爱的主，多谢你借着保罗的宽勉。叫阮着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欢喜的，因为是圣洁的。叫阮着安尼来敬拜甲侍奉，因为这是应该然的。上帝，你也假使阮提醒阮，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对这个世界的人所行的歹的路，只要心意来更新来变化，将迄暗站毋对的句的，甲你脱杀，靠神的恩典，叫恁叫在信徒神的行里来测验到底什么是神善良、顺转、通喜悦的旨意。愿主甲阮同在，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